现代台语版圣经以赛亚书第60章起来，发光，你的光已经来到，上主的荣光已经在照你。看咧，虽然黑暗罩满大地，大黑暗遮看万民，毋过上主会甲你照光，伊的荣光会伫你身上显明。万国会来就近你的光，列王来亲近你发出的光辉。着额头四方观看，你的子民聚集来到你遮，你的囝对远远转来，你的查某囝拉囡仔互人抱来。迄时，你看到这个就真光彩，心激动真欢喜。对海运来的财富会拼互你，万国的财宝拢变做你的。规大阵的骆驼、米田甲以法的大方骆驼拢会来，对示巴来的嘛会带黄金甲乳香，因拢会颂赞宣扬上主。所有其他的羊群拢会聚集去你遐，所有年拜约的绵羊港会做你的路用，这个拢会献伫祭坛，诚做我欢喜接纳的祭物。我上主会互我的殿的荣耀搁较辉煌，遐会亲像规片云飞来，亲像粉鸟飞转来收年的是啥人？因是对远远的海岛聚集的军队，他死的船做头，带你的囝儿对真远的所在带金带银来，拢是为着上主你的上帝，以色列神圣的上帝的名，因为伊已经有互你得到荣耀。上主对耶路撒冷讲：外国人会重建你的城墙，因的君王会服侍你。我捌伫受气中刑罚你，毋过他要施恩怜悯你。你的城门拢会不时开开，日是暝是，门拢袂关。安尼，列邦会带因的财物来，因的君王带队排列正讲。毋肯服侍你的列邦甲王国拢会灭亡，遐邦国拢会彻底荒废。黎巴嫩的阳光就是香树、杉树、黄杨树，拢会运来耶路撒冷，装饰美化我的圣所。我嘛要互我下骹踏的所在得到阳光，逼你遐个人的后代拢会来行礼表敬意，所有藐视你的人会来伫你下骹下跪拜，因要称你做上主的城，以色列神圣的上帝的锡安。虽然你捌受气杀、受厌恶，无人对你遐经过，我要互你有永远的荣华，有世世代代的欢喜。你要使列国的恁，要任君王的恁，你就知我上主是你的救主，你的救赎主，以色列的带领者。我要摕金代替铜，摕银代替铁，要用铜代替茶，用铁代替石头。我要设立和平做你的官长，指派公义做你的监督。伫你的土地袂阁听见强暴，你的境内袂阁有毁灭荒废。你要称你的墙做拯救，叫你的门做赞美。日时，你无阁需要日头的光，暗时
嘛无需要月娘的光照，因为我上主要做你永远的光，你的上帝是你的阳光。你的日头袂阁落山，你的月娘袂眯起来。上主要做你永远的光，你悲伤的日子袂煞。你的人民拢会秉公行义，因为永远继承应允的土地，因是我亲手所种所造，互我通得到阳光。上细会变做大宗族，上弱的会变做强国。我是上主，伫时机成熟的时，我会真紧促成这个事。